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是待降节第3个星期三，12月17日。今天的主题是假如你们。预备聆听，上主要继续引导你们。请我们用敬虔的心来阅读以赛亚书58章9节下至12节。假如你们停止欺压人、指责人、毁谤人，假如你们给饥饿的人吃，使穷困的人得满足，你们四周的黑暗将变成光明，黑夜将成为白昼。我要继续引导你们，以美物满足你们，使你们强壮，在干旱中得滋润，在水源充足的果园，像永不干固的泉水。你们将在废墟上重新建造，在原有的根基上复兴。你们的名将代代流传，因为你们在废墟中重建城墙，重修房屋。请我们用敬虔的心来探求并深思。以赛亚书写道：假如你们怎么样，就将怎么样。你会如何填空，才能使其符合你和你所在的社区的实际情况呢？先知2次提到假如你们，第一次包含3个条件。第一个假如你们是停止欺压人，除掉重恶。重恶是指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不公正和剥削。这个条件呼应第6节的解除那欺压的锁链和不公正的恶，释放受压迫的人。接下来的2个条件，停止指责人和毁谤人，则较不具体。布鲁格曼认为，他们或许是指社会上的相互指责、控诉、毁谤和流言蜚语，这些都使邻里关系变得难以维系。我怀疑我们大多数人，如果不是所有人，都至少犯过这3项其中之一。第2次的假如你们，接续的是进一步强调要帮助穷人和边缘群体，提供食物给饥饿的人，满足受苦者的需要。也就是说，上帝的子民必须关注那些因为社会习俗而受羞辱、剥削和贬低的人，或者是因为政治领导人的谎言，对贫穷、受羞辱、被剥削和被贬低的人，当今有太多人保持沉默。但是
圣经对此却大声表态。可悲的是，我常常听到基督徒反对帮助人，他们说那样穷人就永远学不会自助。以赛亚书说，上帝不同意这种说法。我们有义务顺服上帝的话语，而不是大众的意见。要听从上帝的这些假如，而不是选择一条轻松的道路。记住，上帝的将，上帝的恩赐，取决于我们如何回应上帝的这些假如，而不是我们自己的那些假设。以赛亚书的这些话有什么挑战了你呢？你需要改变什么，才能接受上帝将怎样的恩赐？我们用祷告来回应。主啊，当我因自设的条件而走偏，告诉别人，假如你们照我说的做，你们将顺利。求你饶恕我，在我曾忽视你的条件之处，我悔改，并祈求你帮助我走这条更为艰难的道路。这条道路不是我自己的，但全是你的。阿们。活出顺服。今天尝试实践至少一个上帝的这些假如。